别着呢，你做好了。小弟，走。六媒婆上驴把腿敲。这是。桌子下边我瞧见了。走。为什么伙子你看见啥？别人呢？看见表人们的大裤腰，旁不伦敦一身膘。让这说我开玩笑。走吧，做好了。出言来我把伙子叫。叫声伙子你听着。我承认这是，你说啥？土路上要是有人问，那咋说呢？你就说奸门大姑去吃喝。你瞎说，明什么？不是那样说的。一听这话，你气完我呀！走。叫声表示你听着，别人了。走路上要是有人问呢，我都说你是俺爹的小老婆。一听伙子来骂我，回水还给你把门说。那是你咋生啥气？你咱不是开玩笑吗？我好心给你来说媒，叫你去给恁爹去暖脚。你别人呢？你瞎说啥？你别。儿子，你看那是，赶着毛驴往前去了，走。我看见个公鸡压母鸡，这是，你看，公鸡上边放个屁了，你这是。母鸡下边都毛鸡。一听伙子那说公鸡，你逗得媒婆我笑嘻嘻。阎王封你伙子嘴。要不然你比那人家还花心。你开玩笑了还是？走。你要整的赛罗城，一辈子你得去死个去。你这不是开玩笑？你要是想当皇上，这个是，你得变成个大宫女。瞎说这是。你听着表示别宫女啊，这是。你听我的把话题。慢点啊！我们要能当皇上啊，这是咋的了？
把你接到俺家里。到恁家里去啊？开口来封你个朝阳院了，中不中？咋么跟我的这是？然后再封小孩姨。咱仨都在一块睡了，中不中？月子，你要跟着我。你看美气，可美气。走，花子，你咋骂你表亲子？我没有啊。我跟你说哈，说啥？我马上得下驴。说是不走。哎，扶我下驴。走，下驴。哎，走吧，不去了。哎，别人了。不去了。哎，走吧。